無綫劇集《奪命提示》31號嗰集入面，張振朗為咗重新點燃起劉永璇嘅愛火，大玩激將法，可惜未成功，已經被識穿兼反被整蠱。喺反被整蠱嘅場口，劇集搞笑擔當張振朗再度施展肢體係加表情係搞笑功夫。首先喺迎戰劉永璇主動真飛琴大咬場口，振朗先係露出一副技驚扯起嘅急色表情，之後等待劉永璇回歸，企圖再進一步嗰陣，半裸上身只係着住招招孖煙通嘅振朗，唔單止風騷咁邊照鏡邊戴上貓耳頭箍，仲以雙手揞住重要部位，瘋狂搖擺 pat pat 大跳勝利焰舞啊！無論得戚陶醉表情，抑或香艷不足，搞笑有餘嘅動作都喜感十足，獲網民封為張家輝 2.0。講到勝利焰舞，張振朗接受 TVB.com 訪問嗰陣，好坦白咁話拍攝嗰陣相當之怕醜，原來搞笑舞步係自創嘅。大批網民讚佢有喜感，咁成功，振朗不如考慮多啲拍喜劇啦。